瘋癲嘅拍，阿史終於贏咗。有冇高？ Toby 都係陪跑嘅啫，而家佢兩個又再爭角，究竟邊個會贏呢？大家都唔讓步，摸摸又好好火，終於係摸摸贏咗。好變態！阿詩突然間有個大頭，媽媽，媽媽，媽媽突然間打Toby。